咱看到警察大人真辛苦，搁来斗相共民众，有时阵嘛有真侪失头。像讲艺人台志源甲昆达，伫咧新北市海山分局港仔喙派出所翕一日主题体验警察的工课，拄好拄到2岁查甫囡仔找无老爸老母，2个人赶紧安搭囡仔，该在上尾老母来报警察，拄好找到伊的囝。一个2岁囡仔甲妈妈惊散去，互里长发现来报警察处理。警察到场，赶紧先安搭囡仔的情绪，一面派人来找妈妈，一边来做年母。但详细看，这2个警察那敢若真熟悉，原来是艺人台志源甲昆达。录节目体验做一天的警察，除了换制服、直勤出任务，照规定来真的，毋过等上班无偌久，就有状况，发现一个囡仔惊芳去，囡仔的妈妈嘛真着急咧找伊，伊因为弄红灯拄好，互警察抓落来，一问才总算顺利找到伊的囡仔。我们刚刚报道，就跟着一起去处理这样，然后陪小孩子玩了一下，然后妈妈才匆匆忙忙的赶过来。其实妈妈只是买个东西，然后转头小孩子就不知道跑哪里。来到港喙派出所，收起平常时滚耍笑的个性，协助报案的民众，一点仔拢唔敢大意，嘛体会到警察的工作真正是无简单。我觉得这个警察工作，尤其基层员警真的很辛苦，每一件事情都是民众的大事，所以呢，员警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去处理每一件民众所谓的大事。任务接未完，民众检举市场违规停车，昆达嘛得咧出动。这回2个人来做一天的警察，意外拄到惊胖去的囡仔，搁爱斗3工来照顾，最后找到妈妈，嘛顺利达成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